回看施明德的一生，已有3届以政治犯的身份来入狱，前后坐监25冬。1979年，施明德甲党外人士来丢失到美丽岛杂志社，伊来做总经理，结果互当时国民党政府来镇压，爆发到美丽岛的事件。2006年，因为前总统陈水扁贪污，施明德发起着红衫军倒扁的运动，伊来做总指挥，号召100万人民出来抗议。当时这个副总指挥姚立明是来回忆，讲施明德是伊看过上界有远见的政治人物。北京，我6岁的时候，在高雄火车站前看到的那些伟大的、了不起的台湾烈士。头毛长长有流水手，被称之为台湾曼德拉的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，今年透早因为肝癌过身，享受83岁。伊的一生有3摆因为政治犯的身份入狱。美丽岛杂志社在台北市仁爱路3段23号9楼正式设立。1979年，施明德甲党外人士做美丽岛杂志社，伊做总经理，负责组织群众运动甲海外联络，和国民党政府镇压爆发美丽岛事件。1979年12月，车10党外人士伫高雄举行纪念大会，爆发警民的冲突。施明德身为活动的总指挥，变成头号的通缉犯，最后依然被抓去，第2摆判无期徒刑。一直到1990年，李登辉做总统了后，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，伊才互放出来。让国家不要再这样空转下去，不要让国家再这样动荡下去。2006年，因为前总统陈水扁贪污案，发起红衫军倒扁运动，做总指挥，就100万人民出来抗议，找姚立明做副总指挥。他是我认得最有远见的政治人物。施明德伫戒严前对抗国民党的威权体制，到最后反对民进党，用行动证明伊永远是反对派。即马伊的过身，亲人朋友拢真唔甘。他都用一个长子的身份，来协助帮助我一辈子欠施主席太多。他是我一生当中最敬佩的人物之一。那因为呢，他一生追求坚持民主的精神跟价值。自称的媒体人谈问千万里面，且打出2个人的相片，写文章悼念，强调伊是永远的革命领袖、反贪腐的运动家。施明德的民主精神将永远留伫世间人的心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